拼多多績後大插水，3個負面因素不可不知。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今日同大家分析下拼多多嘅前景。第一個因素，受中美關稅戰影響，拼多多首季盈利下跌47%，收入亦都遠低過預期。即使期間已經調升美國售價，並暫停部分美國直運，業績都未見起色。要注意，中美貿易戰只係暫時休戰，90日蜜月期之後，關稅未知會唔會又提高，拼多多嘅低價優勢隨時再受壓。第二，內地電商競爭激烈，阿里巴巴同埋京東喺內地加大促銷，打價格戰搶市佔率，拼多多面對巨大挑戰。第三，監管風險升溫，內地市監局5月25號公布擬規管網絡交易平台收費行為，後續要留意相關消息對行業氣氛有幾大影響。股價方面，參考上年8月尾拼多多績後大插28%之後，要跌多2日先收手，而且要超過1個月先收復失地，今次都未必咁快走出陰霾啊！你哋又點樣睇拼多多前景呢？不妨留言話我知，記得下載 AACat 換領我專屬觀察名單 Kobe 美股財智密碼，同我一齊瘋狂傾投資。